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鱼米之乡新屋乡，听在地人说，新屋的地名跟早期来开垦的客家先民范江家族有很大的渊源。前面就是范江老屋，我这就去瞧瞧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新屋这个地名啊，是不是也跟这个范江老屋有渊源？哦，这个渊源很多啊。因为当初我们要建这个祖堂呢，来供作祭祖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所有的材料呢，都是很高贵啊，不容易的，从大陆运过来的这个梁柱，这些都是从大陆运过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咸丰5年呢，就开始建这个，建这个的话，建起来非常庄严啊，附近的居民呢，都来讲，你得看个幸福啊。所以呢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新屋的地名到现在都没有改，就是从这里而来的。信福的新屋，是这样子的。信福就是新的房子，新的房子，信福。原来是范江家族的新居落成，附近的居民纷纷前来参观，才有了今天新屋的地名，真的很有趣。接着，老师告诉我关于范江姓氏的感人故事。范江这个姓氏是很少见的。对，小时候有听过老师的爸爸妈妈有讲过为什么会姓范江吗？哦，这个典故有，因为在百家姓里面，范江这个姓氏找不到，姓范的有，姓江的有，范江没有。为什么会有范江这个姓氏？因为呢，他这个范吉锦呢，他早年去世，但是他育有2个小孩，一个叫文周，一个叫文植，所以他雷氏没有办法养育2个小孩子，在无奈之下呢，嫁给江家的江童英。文植呢，他成家了以后呢，生有5个小孩了。他们夫妻2个在好像说协调，几个姓范，几个姓江，到2夫妻大家有个共识呢，讲说通通不要。就把江姓的养育之恩呢，放在我们范姓的下面，就成了一个范江一个姓氏。真的没想到，在一个姓氏当中，竟然也隐含着客家人感恩的美德，实在让我很感动。